兄弟姊妹平安。咱即马要举办新来做今仔日的礼拜，请走到。 耶和华，我实在是你的奴仆，我是你的奴仆，是你女婢的囝。你已经抛开捆绑我的锁，我要用感谢的祭献给你，我要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伫耶和华厝的院内，伫你耶路撒冷的中间，恁着阿罗耶和华。 信诗238首，我主上帝至悬至大。 我
大家徛伫因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角祈祷。我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会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顶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者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世界。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因为圣经上海，对在这个万有之时，本就天道灵感所好，定是人死埋葬坟墓，第三日对世上国王，天阿的全能的上帝平，也对咱的审判甲死人。我是信心，我是信，共同教会，信仰相同，最下面就配合我，永远的光明。阿门。请坐。即卖用启示文教导，启示文第45篇，伫个信息后面1081页，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至神的问：你有啥物人亲像我？恁举目看天，一声，伊调10000军，正因的笑靨，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啦，你是安怎埋怨讲？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伊袂野，嘛袂善。野善的人，伊福音有怨气。少年人就会野善。这声，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因会亲像鹰鸟。摕失飞悬，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仔早起，敬兄弟姊妹伫个教会组织，甲伫个网络直播前，虔诚来敬拜你，恳求圣神降临，带领阮反省过去一礼拜言行举止，甲指示未来的道路，会当合你的心意。时间过得真紧，2024年已经过一半。这半年来，南门教会有真侪活动，为了旨意进步到完全来拍拼。求主敏感，嘛求主宽容阮的不足，赏赐互阮有信心，伫软弱中加添气力来实践。现在是暑期，虽然天气稍热。国内外的旅游闹热滚滚，有男男女女，有同窗同事，有厝边朋友，也有全家大小，大家结伴出游，伫主你创造的天然美景中，享受青春、欢喜甲疼惜，亲情、友情甲爱情，亲像天国何等美好，感谢主。但是阮也挂入这个世界。有真侪苦难，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2年，以色列甲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到现在无解，致使无数性命的无去，身体的伤害甲财产的损失，阁有台湾海峡的紧张，甚至 COVID-19 疫情阁一阵阵热起来，互阮的心中袂得平静。圣经教示阮，
恁着勇敢壮大，无得惊因，也无得论因，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去。主啊，你明知人类的软弱甲罪恶，阁愿意接纳阮做你的囝儿，这是何等的恩典！面对种种的困境，阮知家己上需要的就是勇敢去行主教示的道路，试过传播福音，甲会当亲近主，成做传递祝福的器皿。透过祈祷，你的神会伫阮的身边陪伴阮、保护阮。求你坚定阮的信心，每日遵守你的教示，一心信靠主。甲来的奥运，求你保守每一位选手平安健康，发挥上好的表现。嘛求你保守伫病痛中的兄弟姊妹早日恢复健康。敬兄弟姊妹家人，无论是伫咧厝的，还是厝外，一切平安。恳求你继续带领台湾向前发展，成做上帝国的见证。以上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即时邀请信歌队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彼伫石盘顶》。
感谢圣歌队的学老，将读圣经。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4章13到35节，伫汉语本圣经新约第102页。上迄日，学生中有2人去一个乡舍，名以马五，离耶路撒冷25里。因三角谈论所经过隆重的事，因伫讨论的时，耶稣本身cùng我，甲因三角行，因2人迷目，比较袂认得伊。伊对因讲：恁行的时，三角辩论的是啥物话？因就徛伫面带优良，其中一个名叫刘巴，应伊讲：你敢单身出外，伫耶路撒冷，也毋知问你伫遐所经过的事吗？伊甲因讲：啥物事啊？伊甲因讲，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伊是先知人，伫上帝甲众百姓的面前所讲所行有关联。第20节，也写的这石头，甲咱的时代计算伊去定死罪，定伊第12届。若是我平数得5万伊，就是迄个会赎回以色列的，若安尼，搁遮的事情已经3日啦。搁阮中间几若个妇人人，互阮真戆影，因为因拍扑跟到梦里，无看见伊的身尸，就来讲。因有看见天使出现，请讲伊国话啦。阮中间几若人到梦里，果然看见照妇人人所讲的，总是无看见伊。耶稣对因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一切话，恁的心怎样遐恶信啊？基督受遮的艰苦来入伊的阴间。遐毋应该吗？就对摩西甲众先知起，既若圣经中所指伊的，拢甲因归名，将近所去的乡舍。耶稣亲像要行较远，2人强留伊讲：请甲阮带，是已经晚，你要落啊！伊就入去，要甲因带。第30节，三角节度的时，耶稣摕饼，祝谢，擘来互因。因的目睭开，就认得伊，连饼无好看见。就因三角讲，罗里，伊甲咱讲话，开拓圣经的时，咱的心减无热吗？就即时起身，倒去耶路撒冷。拄着11个学生，甲同伫地的人聚集，咧讲主果然国我也出现，互西门看见。因2人也讲起伫路里所拄到的事，甲伫擘饼的时，因怎样认得伊？圣经读到遮，讲道，请了恩因牧师讲道，题目是亲自cùng我做伙同行。现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感谢教会有互我这个机会，会当代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教会来请安报告，嘛分享阮咧大专校园内底所做的遮个福音的事工，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有这个机会做伙伫这礼拜堂内底来分享，来做伙学习你，嘛分享你的话语，求你帮助伫对你的所讲的话，对这圣经内底这故事内底，互阮有较侪的思考，嘛会当过一摆来信靠主你的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真感谢教会有这个机会，互我来分享咱长老教会伫这台北所做的这福音的事工吼。
我想伫这大专内底的事工上重要代志有2项，一项就是来安怎来关心咱对逐所在到伫台北这大台北地区啦吼，这大学内底来读册，这咱教会的主题吼，因到伫这台北这个花花世界吼，因要安怎伫学校内底做会有建立因的这信仰的生活。我想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这个代志就是要安怎，阮遮的大专中心的遮的牧师传到遮，要安怎来陪伴因行这4档的信仰的道路吼。这是第2个。第2个呢，就是安怎来陪伴遮学校内底，阁有足侪毋捌耶稣、毋捌上帝这信仰的遮大学生，透过这团契，透过遮基督徒的遮个学生要安怎，互因来了解讲耶稣基督是真正活伫台湾即个社会内底，活伫因的生活内底吼。所以我想，这大专的事工重点是2个字吼，陪伴。要安怎陪伴咱的教会的主题？要安怎陪伴毋捌耶稣的遮个大学生吼？我想这是最重要，阮大专事工所做的这异象。我想这陪伴这事工吼，这服侍不只是伫阮的大专遮传到遮的身上顶头。我想伫教会内底，若是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有做这个团契，伫团契还是小组内底吼，你是同工，还是讲你是会长、小组长吼，拢一定要安怎要去关心、要去关怀咱的兄弟姊妹，对不对？吼，所以伫这关心陪伴的过程中，我想大家拢有一款的体会，就是讲陪伴真无简单，陪伴真无简单。有人即摆可以兄弟姊妹拄到啥物款的情形需要人听伊讲话，需要敲电话替为伊祈祷吼。所以咱做这同工是讲关心的人着安怎，着爱3不5时着爱敲电话关心代祷等等吼。总是安怎，咱会发现家己安怎嘛有做无好的时阵，敢毋是？为虾米？因为我嘛家己的欠缺，我嘛有家己的家庭要顾，我嘛有家己的工课要来做啊。我们毋是亲像教会牧师伊是专职伫这教会内底服侍所以兄弟姊妹，当阮咧教会兄弟姊妹陪伴因的时阵嘛，我想这是嘛是无简单的一个服侍伫厝内底咧你厝内底若是有时大时细，我想爱陪伴因嘛真无简单真无简单。旧年我有不是旧年我有啥？我有3个细囝旧年的时阵是阮兜较真无简单的一档过年的时阵阮要去屏东去看阮爸妈就带3个细囝开车落去，结果阮爸妈安怎？伊讲因确诊但是阮拢去到屏东要安怎？只好住伫外口这过一个年无法度去看带囡仔去看爸爸妈妈倒转来的时阵，我确诊阮5个人确诊我3个囡拢确诊，所以关一个月拢无法度出门4月的时阵日头开始烧热阮3个囡仔接连得着这肠病毒嘛是真痛苦。6月的时阵这糖尿病顶头这是阮第2个阮第2个伊就开始低烧不退，足几落工来都安尼食药嘛毋是办法所以就想讲去马街病院看去马街病院了后，医生就讲嘛查无出来啥物原因，但是伊是建议讲住院较好住院就只好住院这注迄抗生素安尼住院，我甲我太太轮班因为阮大汉的伫幼稚园上课阮细汉的搁咧食奶所以阮甲太太日夜轮班交班那个12小时轮班这样子这第2个伫病院暗时困的时阵，爱妈妈陪伊所以就要轮班安尼结果安尼过到这拜5的时阵，我就甲我牧师娘讲，安尼毋是办法为虾米？因为明仔载拜6、拜2教会安怎有足侪服侍，有足侪事工无法度安尼顾阮伫台北无其他的这亲戚厝内底的人来当斗相共所以阮就安怎甲医师讲，我们要自行离院
啊，耶稣就讲好啊，你迄个啥物切结书啊嘛，自行离间切结书签的安尼吼，我嘛是正经常想讲，安尼你啊转去厝内底了，敢会无好安尼吼？但是无法度，所以嘛是倒转去厝内底吼。感谢主吼，过2天了后，这囡仔的这发烧状况就无啊，感谢主吼。陪伴囡仔嘛是安尼吼，伊的身躯的状况是直接嘛是有足侪变化。照顾时代，我想嘛是共款无容易吼，而且时代阁爱照顾啥物？因的情绪，因的情绪，因的人生，因的生活，到伫即个年岁的时阵，有足侪过去的故事，要安怎来讲出来吼？我想这嘛是咱时时爱陪伴因所爱做即个代志。所以我想，不论是伫即个陪伴即个大专学生、青年，还是伫教会内底陪伴即个兄弟姊妹，伫厝内底照顾时大时细，还是讲关心咱的亲情朋友，拢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哦。甚至是安怎一条敢会看袂着路尾，因为到底要照顾到啥物时阵，到底爱陪伴咱的兄弟姊妹到啥物时阵敢若看袂着若看袂着效果这有时阵家己照顾安慰了后关心了后，敢若较好啊。但是过几工安怎，可能这个兄弟姊妹佫拄着啥物代志，佫规人安怎情绪心情着安怎佫无好落去，佫要重新开始所以敢若陪伴，敢若是一条看袂着路尾，嘛看袂着效果的一条路总是今仔日耶稣陪伴这2个门徒行这段以马五的路，会当互阮对这陪伴，还是讲这关怀的事工，会有另外这新的思考咱是头前就拄啊，咱的词汇即书也即书来甲大家来甲大家读这个经文我想这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讲这个妇女到伫这耶稣的梦遐时阵，发现耶稣的梦内底是安怎？是空的，无耶稣的心思总是这个天使出现了后，因这个天使甲这个妇女来提醒讲这我黄线的所在这就是讲耶稣要会死，佫告我这代志，伊伫这个还袂死之前，拢会甲你做一个应允所以第8节这妇女就想起来，原来耶稣迄个心思毋是无去，是死告我安尼所以就倒转去，甲其他的门徒来报告总是嘛是这个详时第13节，就是今仔日的这2个门徒，革流巴甲另外一个毋知影名这个门徒，因中要转去，要去一个所在，叫做以马五这个所在以马这个所在，有足侪圣经学者来讲，这以马五可能是这2个门徒的故乡因为倒转去因的故乡总是伫这段路数，甚至即趣味这耶稣伫因咧讨论讲，为什么耶稣的这个心心会无去这个代志这妇女所讲拄着这个天使到底是啥物情形的时阵耶稣忽然就出现，甲伊问讲，恁咧讲是啥物代志伫这时阵安怎？这2个门徒竟然安怎无发现边仔这个人是啥物人？是耶稣，看袂出来，奇怪，恁看咱的相片遐近，但是安怎因看袂出来有人讲是因为伊是安怎？这耶稣可能过活了后，伊的面貌有改变但是我想有一个较重要的代志，嘛是出伫门徒的这个身上我想讲，大家先来想看卖讲，门徒为什么当初要来跟对耶稣？因这门徒拢原本伫因的这个故乡，拢是有家己的工课，有家己的生活，对无？总是因看到耶稣到伫因的故乡，因的村仔头来讲遮个教导，也是讲咧行遮个神迹奇事的时阵，安怎有迄门徒真仰望讲，会当佫看见佫较济遮伟大的遮神迹奇事，嘛仰望家己会当得到即款的权柄。有门徒是看到耶稣所讲的即款的信仰的教导，因嘛真仰望遮以色列这国家这民族，因的宗教灵性会当佫一摆复兴。阮知影看这圣经内底，迄时阵的圣殿内底的宗教领袖，拢真腐败甲这政府拢有安尼足侪遮无好代志所以因仰望耶稣会当来解决即款的代志第三个就是。这门徒有的是安怎？
爱国人士啊吼，即民主的人士吼，因望讲耶稣会当带领因安怎来去推翻即罗马帝国，来控制因统治即以色列即犹太人的即情形吼。所以足侪在门徒拢家己有家己的期待，有家己的梦想，来跟对耶稣去出发，去耶路撒冷吼。因望讲因的梦想会当伫即因的理想会当伫即耶路撒冷即所在会当来实现。吼，这是因要跟对耶稣的一个目的吼。总是咱看圣经就知影，因的梦想敢有实现？无，为虾米？因为虽然耶稣互遮个耶路撒冷城的人欢迎入城，结果煞无几工，互人掠起来，受审判，就定时日死啊！吼，就死啊！遮个门徒因的梦想嘛，因为耶稣的死，就无啊吼，就火就化去安尼吼。耶路撒冷城，捌是因遮个门徒认为讲因的梦想、因的理想会当实现的一个所在。总是耶稣的死，这个所在变成做是失败的记号、侮辱的记号，而且是因要较紧的要来躲闪、逃离即款的侮辱的所在，而且因嘛互这个法利赛人来继续来追杀吼。所以因这门徒因要离开耶路撒冷。除了是耶稣死啊，因找无着目标，阁有因的这外在是互这法利赛人、犹太人来掠吼，来追杀，阁有就是因内心造成的混乱吼，这状况因无法度了解到底即款的耶稣的空亡到底是啥物款的情形，这代志种种的发生吼，所以至到因无法度认出头前即个无识识的人，就是耶稣吼，就是耶稣。所以这问是咧，哪会无去？哪会无哩？不要紧，总是耶稣就问因讲吼，恁讲的讨论是啥物代志吼？这个门徒就甲因讲详细了后吼，讲详细了后，讲就是耶稣就互阮的老师就互人定死个死啊！总是安怎？耶稣头一句回应是啥物？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甲因骂啦吼，甲因骂吼。大家先看即把图吼。即摆图就是我今日介绍足侪有种足侪图吼，来去甲大家分享讲，足侪国家的画家吼，用无共款的方式，因咧想象讲，耶稣甲这两个门徒相拄的时阵是啥物款状况吼？这是有一个美国的画家吼，伊咧想讲，若是耶稣伫这现代的美国，甲这门徒相拄的时阵是啥物款的情形咯？可能是伫麦当劳，还是伫肯德基内底吼，咧食饭吼拄着安尼吼。为虾米是一个查甫甲查某？中间迄这皮较乌的吼，这是目较黑，这是耶稣。边仔这两个是啥吼？查甫的是基路巴，另外一个查某的就是内底讲毋知影名迄个门徒吼。因想讲，因可能是倒转去因的故乡，所以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伊的太太，另外一个门徒就是伊的基路巴的太太吼。所以有足侪画家就是用即款来画吼，安尼画两个是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安尼吼。所以这耶稣就先开始甲因骂吼，甲因讲你遮无知的人，你的圣经看无正详细吼，就安尼解说圣经吼，解说到因足趣味的，足有兴趣，搁要继续听吼，所以就留耶稣落来大做伙食饭。到伫食饭的时阵，耶稣摕饼照食八饼了后，摕互因的时阵，这时阵安怎？因才目睭才八斤，才发现着。原来即个一路上讲解圣经的即个无识识的人，竟然是耶稣，所以因就彼此敲认，搁彼此安那因的心，搁一摆点到火热起来了后，就倒转去耶路撒冷城，甲其他门徒来分享即个消息。这是今日的故事吼。总是兄弟姊妹，拄仔我所讲，门徒因为因的内在甲外在的状况，直到因无法度认出来耶稣。为什么伫食饭的时阵就认得出来？大家有感觉真奇怪无？是安怎会认出来耶稣呢？我想，这是透过耶稣八饼这个动作，互这门徒会当搁一摆想起来，因甲耶稣做伙迄款的足特殊的迄款的经验。
迄款的经验，甲即足亲密的经验，伫这有病恶语的这新者内底，遮的门徒原本要靠家己的方式，家己所想的方法，人所想的起来解决5000人国家妇女甲囡仔，不止5000人食饱这代志。但是透过耶稣安尼摕饼分这动作，互大家拢食饱。所以门徒搁一摆，迄时阵就讲哇，这人不只是一个足会晓教导的这个老师来比，伊嘛是这个对天来的先知。这是头一个。第二个较特殊，即款的亲密的代志，就是咱知影做好晚餐，耶稣摕饼来比喻讲，这是伊的身躯，为着这门徒来拍破的。我想即两个代志是咱对圣经内底会当看到，耶稣掰饼这个动作对这个门徒有足大的意义存在。所以伫这个所在，这原本是因了做是无熟悉的这个人，伫伊面前掰饼的时阵，搁一摆互因会当安怎想起来这个代志。这代志原本就互因目前所发生的这代志，无论是互犹太人追杀，还是讲因的梦想耶稣的死等等这代志，原本拢袂记哩，拢压伫这心头内底的代志，搁一摆搁一摆想起来想起来，所以因因会当搁一摆倒转去耶路撒冷来坚固因的信仰安尼所以兄弟姊妹，我讲这因是惯习习惯，还是讲这个礼仪其实都是咱的新礼典。为什么咱教会爱定期来举办这个新礼典？也是安尼透过咱的牧师伫台仔顶来掰饼这个动作其实嘛，互阮搁一摆来去思想，阮家己捌伫这个生命内底中有一段甲这个耶稣有足亲密，甲这特殊的这时刻这个关系所以这是门徒为什么会当认出来耶稣的这个代志上来我要甲大家分享，就是今日讲道的题目就是耶稣是用倒一款方式来去陪伴这两个门徒。头一个歹势，这字阁无去啊。头一个就是咱的讲道的题目，头一个亲自走近亲自行我滚我这代志我有看到阮兜第二个我有讲阮兜，阮是三宝爸嘛我大汉的，就是读幼稚园有一天阮太太我无顺量就带因倒转来下课倒转来我就坐咧遐，我就坐咧客厅，我就甲伊讲阿梦伊叫阿梦5梦的梦，阿梦来，要甲爸爸分享你今日伫学校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甲爸爸来分享伊就讲。我今日伫学校拍同学，我就串一条，我讲哪伫学校拍同学，我就开始甲伊教示，讲袂使拍同学有代志爱好好讲，袂使起骹动手等等有代志爱甲老师讲安尼，我就一直甲伊骂安尼，甲伊谴责安尼伊尾就足委屈的表情甲我讲，是同学是抢我的玩具原来伊是受害者伊不是加害者伊是被害者，但是我一直在谴责被害者被害者兄弟姊妹，我这款的关心，我头前嘛是想要关心阮囝对无？总是我的关心有足侪会当搁改进的所在耶稣今日的陪伴毋是安尼耶稣的陪伴是这两个门徒，因家己决定要离开因的信仰团体。要离开，要倒转去因的故乡的时阵，看起来无五梦的时阵，要倒转去的时阵，阮伫圣经内底嘛无看到讲，因敢有祈祷，寻求上帝的意思，讲即摆我是要倒转去，还是要留落来？无讲，总是安怎？耶稣家己就突然就出现伫因的身躯边，伊家己行我，主动去遮门徒，去因身躯边了后安怎？伊就主动去问讲，恁发生啥物代志？恁咧讲的是啥物代志？所刷落来安怎？伊就认真咧听门徒咧讲，咱若是有现圣经，你就知影，这门徒计刘巴讲真济讲真济耶稣拢真在听总是兄弟姊妹，我咧陪伴我咧关心我的细囝，也是讲咱会关心咱的兄弟姊妹，咱的亲情朋友的时阵，敢有安尼？譬如讲，有人咧甲伊讲，
我是，譬如有人咧甲你讲你发生啥物代志你咧关心因，伊咧讲我最近确诊，确诊哇，你就甲伊讲，你哪会无虽然都无挂好势，你的啥物，你的这医生是看倒位的，哪会遮安怎等甲伊做一个建议这教会出去，若靠有一支诊所你去遐摕药我有就是跟他分享很多人的建议这样子啦总是兄弟姊妹，伊要关心呢，伊要关心的，可能毋是一个，可能是安怎？伊想到伊厝内底囡仔要安怎照顾，伊的工课要安怎处理这才是因真的需要关心的总是你有足侪你家己的意见，足侪建议，你家己的印象所以足侪家建议，拢无互伊讲。我想我甲伊因仔的故事嘛是安尼，我拢无互伊讲。结果安怎？我拢一直用我的意思是讲，你就是先拍人，就是毋对，所以一直讲总是耶稣伫一个所在，会当互阮学习的是，伊先互人先讲互好势了后，伊才开始关心我想这是头一个亲自滚我一个足重要的目的。耶稣用这个方式，伊是主动行到需要的人身躯边，毋是等人来伊的身躯边第二个是真正咧听，互迄个人好好讲完好好讲完。我想透过这个方式，不只是滚我伫人的身躯边，嘛会当建立伫阮所需要陪伴的人的心内底心内底。第二个做伙同行做伙同行。但是因为阮拄仔所看这个经文，耶稣已经告我对无？耶稣告我一定伫天顶其实安怎？伊要关心，要来鼓励这两个门徒，其实安怎？毋免陪因行这段足长的路，敢毋是？伊会使安怎？伫天顶就甲伊讲我叫留巴甲摩米人，你毋免讲烦恼我已经告我你会当倒转去耶路撒冷你爱有信心，等。但是今日圣经无呢？圣经是耶稣一步一脚印，豆豆陪这两个门徒行，豆豆陪因讲。兄弟姊妹，这相片是阮上细汉的查某囝，因渡济的时阵咧学行路，中远迄牵迄个行咧学行路，迄是我大家有看到我为虾米要按落来行想要问大家咧牵遮细汉的囡仔的时阵，你敢有法度徛直直安尼牵伊行伫头前行？敢有法度？我想无法度为虾米？因为较细汉。你手若是你无压落来的时阵，伊的手安怎会互你扭起来？安怎才会受伤对无？才一定会受伤所以大人一定爱压落来，而且安怎你压落来的时阵，才有可能看到因仔人才看会到的世界。譬如讲，伊头前有石头，头前有爬徛，有等才会危险物啊。若是人用一般的观度咧看的时阵，可能看袂到遮个代志。才会危险都看袂到，你爱压落来看的时阵，才知影讲原来因仔头前会发生啥物代志。兄弟姊妹，这就是耶稣为虾米今仔日爱用家己的脚来陪遮个门徒行。咱的上帝就是安尼，用这我头一项所写，上帝抚救我们，压落来的方式来关心、来照顾阮我想这是阮的上帝，阮的上帝。第二个。耶稣不只用耐心来听这门徒来讲伊煞尾耶稣是安怎回应？耶稣毋是讲是哇你足辛苦等安尼伊不只是安尼伊是甲伊骂骂啥物？无知的人是圣经内底所写的，毋是有甲恁消灭嘛等。兄弟姊妹，咱伫陪伴咧关心人的时阵，咱基督徒，咱有基督信仰的人咧陪伴关心人的时阵，有一个重点，甲咱的世间才会智商，才会关心关怀，有一个足大的差别，就是啥物？就是咱有圣经的教导。咱咧陪伴人的时阵，爱亲像耶稣共款，虽然会当可能这圣经的教示，可能互人安怎？无真爽快无真爽快。总是安怎？耶稣的上帝的个教导，才是完整上好的个陪伴的方式，教导的方式，才会当互人搁一摆徛起来。第三个
耶稣伫这食饭的时阵，八饼这互这门徒啉出来了后，就无去啊，就无去啊，就消失啦，消失是。我想这两个门徒迄时阵一定嘛正戆硬，伊咧想讲，哇，听这个无熟悉这个人一直甲我讲偌好的有无？一直甲我鼓励，甲我安怎信用过一摆，是吧？过一摆安尼成长偌好，有人咧关心安尼偌好。咱嘛毋是安尼嘛？若是有人安怎24小时拢咧关心你的赖，你发的讯息，你拉一卡，你的赖一卡出去，伊就马上有人接起来，还是讲你发的讯息，你要人需要你倒三工的讯息一发出来，马上就有人已读，马上回应你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很温暖？总是，若是阮咧陪伴关心人的时阵，咱就知影讲，无可能拢安尼对无？无可能拢安尼，因为安怎拄啊，亲像我头前所讲的，阮有家己爱做的代志，有家己的生活，有家己的困难，阮无法度伫早4点钟拢咧陪伴教会兄弟姊妹，家己的时大时细朋友等等总是伫这个所在，耶稣互阮足大的一个安慰，是讲伊伫这约翰福音14章16节的所在，伊捌对这门徒所讲的话，伊讲甲门徒讲，有一天会离开因，就是死。总是安怎？迄时阵伊的想事，啥物人？现行保惠师伫因的中间，甲因同在。这就是其实就是上帝，就是上帝。兄弟姊妹，当咱咧陪伴兄弟姊妹的时阵，若是讲时大时细朋友的时阵，咱有可能会当甲因讲，阮甲你的陪伴，我一段的关系可能有一个尽头，可能会结束，可能嘛无完，我的陪伴嘛无完全。总是爱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的信心来进入伫你的生命内底，来陪伴你到生命的落尾。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代志。咱的基督徒要安怎来做伙来陪伴人，做伙同行。伫这个耶稣这段陪门徒这段路，会当互阮有搁较侪思考，要安怎亲自滚我伫有需要的人，要安怎甲因做伙同行。讲到这可能。大家想讲这廖牧师你所讲的这个陪伴这个代志，讲到遮简单，但是安怎你拢毋知影讲实际上偌困难的陪伴，也是讲关心探访，才有偌困难的我会讲对是，我感觉真无容易。伫我咧陪伴阮的大学内底的遮个青年时阵，我感觉真无简单。总是伫这个所在，我想要邀请大家先听想一个代志，就是。阮的生命内底的以马五的路是倒一段路，捌伫你的生命内底出现。伫你的生命内底，你捌对你的故乡要去倒路所在，去要实现你的梦想，去实现你的理想。迄就是你生命内底耶路撒冷。但是你到咧遐时阵，你发现你的梦想、你的理想无法度实现失败你想要倒转去你的故乡，倒转去你的这个舒适圈、你的同温层内底的时阵，伫这个路上是啥亲自行我，亲自弄入来我的生命内底，是啥做伙甲我同行陪伴阮的？是阮的亲情朋友，还是教会兄弟姊妹，还是带领阮进入这个信仰内底的前辈咧？透过因的陪伴、因的同行，互阮安怎会当过一摆对这个失败的状况？这款失志的状况，对阮的故乡同温层舒适圈，搁一摆出来，搁倒转去迄个耶路撒冷迄个所在，面对咱家己的生命的失败，甚至安怎会当伫迄个所在为主来做见证，讲透过这个陪伴、这个同行过程中，我看见搁有活的主当阮开始来回想这段的故事，家己这段的生命的历程的时阵。咱可能才有法度，搁一摆用家己的生命去陪伴另外一个，伊即马嘛咧行伊的以马五的路的迄个人。即摆我家己即马伫这大专中心内底服侍，因为我伫大学时阵嘛是透伫大学时阵参加遮个大专团契，我嘛伫迄个所在重新建立
建立我的信用，建立我的信仰。我家己是一个牧师囝，就是 PK 啦吼。总是阮爸爸无回教会，无亲像咱教会遐大间吼。阮的教会状况是安尼吼，大家听看觅。主日学时阵，儿童主日学，2个学生，我甲我小弟。大家约看觅，主日学老师是啥人？妈妈无孙女对，大家拢足厉害啊！对，就是这安尼吼。我甲我弟弟升级吼。升级到青少期之后这客友偌侪人，嘛是2个，我甲我小弟，这青少期辅导是啥？牧师会着阮爸，对，这就是我家己的所经历着这个教会的生活吼。所以我对细汉就想讲，教会毋着安尼，有啥物趣味？拢家己人，家己厝内底的人安尼甚至安怎？因为爸爸的无会过程真无容易吼。接外教会，所以阮就知影讲我爱需要来配合我爸爸妈妈的遮个工课，所以阮都爱足乖去参加教会聚会甚至安怎去学琴，去学竖琴因为阮兜状况是安尼我伫即个初中读册的时阵到年仔时阵未翕即个毕业纪念册。阮就要搬厝要去别间教会。我搬去遐的时阵，嘛是初中，因安怎？因毕业纪念册已经翕了已经翕了所以阮就想讲我无爱搁换教会安尼我从小就立志安尼，袂使搁换教会，所以我都搁继续打拼伫教会内底总是安怎？我伫即个状况是安怎？我看教会的遮个生活，是当作是阮爸爸妈妈，还是讲阮家庭的工课的需要？这信用甲上帝，甲我其实无其他的关系，只是爱维持我的生活的稳定那点。所以到伫这我考掉大学我考掉大学，我考掉遐淡江大学的时阵迄当这嘛是差不多这个时期，有一个大专的牧师甲我爸爸的教会来讲道讲道礼拜三就问我爸爸讲牧师请问恁教会敢有青年考着大学？伊讲有阮囝你当邀请伊去总是迄时阵我爸爸伫台北无会我拢通勤去淡水上课所以阮都想讲我足无想要去，我想要去团课足远的，我想要暗时较紧的转来。第二个是讲团课毋着安尼，到教会有啥物无相像无想爱去。但是到伫这1年下学期的时阵，阮爸爸安怎要换教会搁咧找教会，伊时阵就甲我讲，顶摆迄个牧师有讲讲迄个团课，迄个同工团课内底有宿舍，你先搬去遐，你先搬去遐搬去遐了后，伊有规定嘛，就是你住迄个宿舍，你爱参加偌济摆的，才会聚会，才会当住迄个宿舍安尼所以我就只好去参加去参加的时阵，大开我的眼界，因为遐个青年、遐个学长姐，拢比我大1岁2岁那点。总是会当看到因的聚会是很火热，因的敬拜，因的学乐，甚至安怎，因家己带查经班，因家己去带基督会。我想讲，那甲我对教会的印象遮无相像安尼这是一个开始去参加这个聚会，我想要去了解为什么遮个人甲我遮无相像。第二个是，迄时阵阮爸后来有找到教会，但是较远。所以就甲我讲，你着伫淡水遐，看要去淡水教会参加礼拜，还是安怎搁继续参加你的同工的团契聚会等等，无互赛中毋免转来安尼。迄时阵我若是即马青年，想讲可能会想讲哇，足赞安怎脱离父母的魔掌安尼有去无去嘛？爸爸妈妈嘛毋知以前迄时代安怎无迄啥物直播有无？找到阮囝仔日无来以前无嘛以前无，所以你没去，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安尼但是迄时阵我就开始咧思考一个代志，就是讲，当我的信用不用跟我的家庭绑在一起的时候，这信用甲这上帝到底对我来讲是啥物？以前可能我了做这信用就是安怎，反正就是我要稳定我家己的生活，爸爸妈妈的工课，所以拢爱捌做伙。但是即马毋免所以就开始咧思考这个代志
所以就开始拢真骨力来参加这聚会，啊，做这同工等等吼。啊，到伫这3年大学升3年级的时阵吼，迄时阵阮爸爸搁要换教会啊，哦，甚至迄时阵阮兜的厝内底经济状况变甲真无好。迄时阵我就想要讲，我就讲阮爸妈讲，我想要休学啊。我想要休学，因为迄时阵我读册嘛，读甲无真顺利，我想要休学。我就跟他讲，你都读到3年级了，你就继续把它念完吧。哦，毕业之后再看怎么样。哦，家里的事情不用太担心。哦，因为那时候我是想说休学了后去找头路，到沙港厝内底。哦，所以我都倒去读册。倒去读册了后，总是我拢无去读册，我拢无去上课。我日时有课的时阵，拢倒咧宿舍内底的眠床顶。我无法度，我完全没有动力起来去上课。哦，我就每天就是躺在睡觉。哦，有点身心出问题的状况啊。现在来讲，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进步，医学的进步，了解自己的状况是这样。哦，但是安怎日时拢一直困嘛，还是讲拢无体力、无动力去床。啊，到暗时，若是迄天暗时是有团契的聚会时阵安怎，我就对眠床顶跳起来啊，我就跳起来去参加聚会啊，处理团契的代志等等啊吼。所以以前我后来我拢讲，我大学时阵毋是读日文系，我是读日文系啊。但是我毕业了，我拢笑家己讲，我毋是读日文系啊，我读气管系啊，团气的气啊，气管系啊，拢真着无去团契代志，但是家己安怎课业拢无咧插的啊。但是兄弟姊妹，这是真无好的状况，对无？你伫咧无用团契的代志，无会教会的代志，但是你家己的本分、家己的责任拢无处理吼。所以迄时阵对团契对我来讲是一种的麻醉药吼，让我可以逃避我的责任吼，即款的代志安尼吼。总是迄时阵，阮的遮的辅导牧师，阮的这学长姐无放弃我，吼，无放弃我，替我祈祷鼓励我，吼，甚至甲我做伙大的这学长吼。阮住迄家庭式雅房嘛吼，每次经过我房间，伊要去上课啊，伊就将我的门安怎暂开，诱我起来去上课安尼，每一工拢安尼做，叫我去上课安尼吼。所以因为迄时阵有遮的辅导，遮的学长姐因的关心，不只是伫团契内底聚会，对我的生活、对我的生命内底嘛有真实的关心，互我安怎会当完成我的大学的遮的课业。甚至安怎建立我的信仰，建立我的生活。今仔日我会当甲大家来分享，做一个传教者，回应我上帝的呼召，搁倒转去来帮助即马台湾世代遮的大学生青年。所以这是我简单的遮见证。所以咱的大专的事工不只是陪伴10年前的我，即马嘛继续来陪伴每一位大学生，因行过对信仰的摇移。也是讲毋是基督徒的，因嘛会使来入捌主耶稣上帝，这是分享。所以我即摆嘛是安尼，来做甲这耶稣甲对因门徒的遮款的陪伴共款，嘛咧听、倾听、聆听因安怎咧讲因家己的伫信仰内底的生活。这是我所带的这辅大团契甲长庚大学团契。我透过互因来看，这阿伯兰到伫这阿伯拉罕这过程，因的信仰、伊的信心，起落落这过程，互因家己来画家己伊的信心的这过程是安怎吼？伊的这曲线图是安怎吼？透过互因来听，互因来讲，即款的因家己的故事，阮的才会做这牧者的，会当搁较亲密来牧养因，来建立因的信仰。透过遮个陪伴，互因安怎，嘛会当知影讲因的性命有长大，伊的性命嘛会使成长，甚至即马嘛会使去帮助其他的性命来长大。这是去年7月时阵我带台医大团契、北医大团契，甲这个长庚大学，甲这个体育大学学生，做伙伫这个林口大恩教会，因的这社区内底来办这个儿童营吼。遮儿童营40几位，拢是同一个社区的，就是社区大楼。但是遮个囡仔拢毋是基督徒，总是透过遮个学生因的文字，
因对艺术遮个文字等等吼，互遮个学生了解，互人陪伴，也是讲互人用这个信仰的听来去陪伴遮个过程中间吼，互因来实在主耶稣上帝。所以，我想要来简单来报告阮的即马大专所做的事工甲意向吼。基本上每一个咱的全台湾拢有咱的大专中心吼，有咱中会所在都拢有大专中心吼，这个所在。所以即马嘛是放榜的季节吼，所以兄弟姊妹若是恁的有亲戚朋友有亲人考调大学吼，不只是来台北的吼，会当来联络我甲牧师。考调其他的所在嘛会当来联络，才有拢有大专学中心的牧者、传教者来关心咱的这个主题吼。咱的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是咱的台北中会，咱教会所属伫这个台北中会甲七星中会合作的这个事工吼，这个事工吼，北基地区的事工吼。咱的同工这个市中的同工有2个传教者。咱的北中的即个同工有2位，吼，我甲另外一个团队。阮拢阁有阁有请2位是全职的辅导，因拢是一般的信徒，吼。总是因嘛伫即个大学时阵有来互即个大专团契建立，甲互因牧养过，吼。所以因放下因的即个啥物，因的工课，因的生活。倒转来台北这个所在来继续来陪伴即摆的青年吼，阁有2位现正的同工吼。总是兄弟姊妹，咱会当看到咱的大专中心其实只有6位第一线的同工。总是咱要来伫遮大遮济的学校内底做宣教，其实真无简单吼。咱的台北基地区吼，就有30几间的大专院校。但是阮的即马拍拼已经有17个团契伫学校内底，吼，17个其实包括拄仔我所讲的迄个长庚团契吼，因为咱知影长庚大学、长庚科大、体育大学拢伫边吼，所以因拢合作迄一个团契吼，咱希望会当搁较济伫即个学校内底来宣扬即个福音事工，开拓搁较济团契吼。即马有超过300位的即个大学生甲毕业生，拢是阮所牧养的吼。大家想讲，伊为虾米爱牧养即个毕业生？因为咱知影讲，咱有足侪青年到伫台北读册了后，因想要继续留伫台北即个所在做工课吼。因咧做工课的时阵，嘛咧敲找因适合的教会吼。所以伫即个阶段嘛是我们怎么样去帮他们衔接，找到他们适合的教会去吼。所以这是阮所做的事工吼。所以实际上，疫情了后，咱的人数参加团契的人数是有一直咧成长，关心的人数嘛是超过300位。这几档甲教会合作的，这受洗礼的青年有27位。咱的这牧养的，咱所做的事工，其实甲咱教会足相像的，就是培训、陪伴、教导，甲带因去实践这个过程。陪伴、培训，甲即个教导，就是透过足侪营会活动甲装备的课程来帮助因，会当搁较了解要安怎来去传福音，要安怎搁较了解家己甲上帝吼。所以有办足侪课程甲营会、营队吼。上尾就是上重要的，就是阮会带遮个青年去做宣教的实践，即款的服侍吼。其实咱上重要的宣教的实践，就是即马。就是暑假带因去出这个福音队吼，去出福音队吼。所以其实去年咱有出5队福音队，这个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去年咱有甲这咱的教会做伙来举办这个咱教会这个儿童营吼，等等有到伫偏乡，嘛有到伫城市，嘛有到伫这个原住民部落的所在去斗相共，去出福音队吼，来帮助当地教会的儿童甲青年，甲关心咱的土地等等吼。所以今年的事工，咱会希望大家来做伙来带导是今年是咱的大专中心70周年，70周年，咱伫10月5号要招这个树林教会来举办感恩礼拜吼。其实兄弟姊妹上重要的是。
这不只是台北大专70周年拿定，这是咱长老教会咧做大学宣教的事工的70周年。因为长老教会大专的宣教，就是对台北开始，才遍地开花到其他的这个中会或其他的地区去哦。所以这是咱长老教会一个足大的这个喜事哦。所以毋茫大家做伙来关心嘛，毋茫咱教会内底你是闭气，还是讲亲像咱的牧师、张牧师以前嘛咧有来斗相共做辅导哦，辅导过吼，会当来做伙来参加哦。第二点是，阮继续来潮找福音教师甲这个专业的人员吼。拄仔大家拢有看到，阮的其实第一线的同工只有6位吼，所以我们也在找说。如果我们的教会有在学校里面有在做教职员工，然后是基督徒，然后也愿意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些学生，一起来关心这些学生，陪伴这些学生，也欢迎来跟我联络。若是除了这教职员工以外，专业人员，譬如讲社工，遐有讲心理咨商师等等，才会专业人员嘛有意愿嘛看到这个大专的福音的这个事工的需要，嘛会当来做伙做阮的同工，做阮的团队。阮会继续伫这个北北基地区的学校内底做伙来继续来做开拓的这个事工。所以嘛有另外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来大道关心，就是今年阮的自筹款的部分是传教者的人事费的部分，甲事工费的部分，安尼总共是350万左右，对。所以就是请阮要做，为了大家就是大道就是继续来邀请潮找阮的这东盘的教会吼。我想阮的教会是阮的大专中心足好的东盘的教会，拄我所讲的，去年有做伙来合作咱教会的这儿童营的事工。牧师嘛真关心咱大专，甚至安怎，咱教会内底嘛有咱的这大专团契的青年智伦，智伦就是伫这大专内底大专团契足好的同工甲同伴吼。所以感谢上帝嘛，感谢教会，互阮有做伙伫这大专院校的这个福音事工内底有份来这个上帝国的这个宣教里面吼。第二就是调查这大专教师甲专业人员。甲这经费的部分，有足侪遮个事工吼。今年其实到即马7月的时阵吼，咱即马要做的代志就是出这短宣队、福音队这事工吼，搁到这陆续放榜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联络这个新生吼，新生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大专的团契的部分吼。有足侪事工甲咱的聚会的内容，拢会当。看咱手头的学讯，较清楚。搁有FB 拍这台北大专学生中心，IG 嘛有，拢会当来搁较了解咱的最及时的咱的事工的部分。想要甲大家来做伙来邀请大家加入关怀青年世代的这个队伍，因为你的这小小的行动，甲你的奉献，就会使。带来咱台湾社会足大的改变。大家拢知影讲前几个月，咱的立法院的代志，迄有足侪青年关心这个代志，所以拢去立法院吼，拢对这中南部到伫这立法院遐所在去关心这个代志。迄济南教会就拍开因的门，互遐青年安怎？有会当便所的所在，有会使食饭的庇护的所在，嘛会使有这食饭的提供这食饭的这服侍。我伫迄网络顶头就看到讲，有足侪青年去参加，毋是参加，就是去参加这关心立法院这代志，去到头一摆到伫这教会内底的时阵，因讲因毋是基督徒吼，但是因讲哇，好想要受洗哦。因为被竟然教会接待跟服侍，让他们对教会对这份信仰开始有好感。我嘛有一摆就是带我的学生去参加迄个祈祷会，济南教会迄个祈祷会内底。我去迄时阵，我发现吼，内底应该有一半拢毋是基督徒。你即摆祈祷会哦，一半拢毋是基督徒。为什么我知影讲拢毋是基督徒？
因为咱知影讲，咱的教会内底参加祈祷会、参加礼拜，无可能一直摕手机安怎一直翕无，对无？一直翕相、翕影片，可能唱歌队唱歌的时阵会，大家可能会翕。吼，但是因会到迄天的祈祷会是安怎？无事讲道，有人嘛摕手机一直翕，吼，啥诗歌嘛有一直翕，安尼。所以我知影讲，遐个人应该拢毋是祈祷徒，他们都是非常的，他们都第一次进到教会里面去。关心立法院的事情，进到教会里面去吼。所以兄弟姊妹，咱教会咧关心，要安怎来关心？要安怎来关心青年？要安怎来改变这个青年人？因为改变这个青年人，就是会使改变咱台湾社会规个现况吼。所以忙做伙来关心这个代志吼。上尾。望上帝帮助阮，伫这陪伴，不管是阮咧陪伴大学生，兄弟姊妹咧陪伴教会兄弟姊妹，还是厝内底亲戚朋友时大时细的时阵，陪伴到无气力的时阵，求上帝帮助阮拍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原来耶稣基督无离开阮。阮咧陪伴的时阵，陪伴人的时阵，耶稣很仔细嘛咧陪伴阮。互阮的目睭拍开了后，互阮嘛有搁较侪加添阮的气力来去陪伴其他的人，来行因的这条生命的以马五斯的路。咱同齐来祈祷，主感谢你，当阮伫生命迄段路站的时阵，找无着路的时阵，黑暗拄着黑暗黑洞洞的代志的时阵，是你透过你的使者来引传阮、陪伴阮，倒转来你的厝内底，互阮嘛有机会来去服侍陪伴阮身躯边的人，关心阮身躯边的有需要的兄弟姊妹的，才会服侍，有份来参加。总是因为日子无容易，服侍陪伴真无简单，互阮直到。做在时间渐渐咧无气力，主啊，阮要搁一摆来安静阮的心，伫这服侍的代志顶头，搁一摆来去思想，主你是安怎来帮助阮，来陪伴阮，互阮搁一摆对这失望中搁一摆徛起来，嘛互求上帝你的信心帮助阮加添阮的气力、阮的信心、阮的体力、阮的智慧，互。伫这陪伴服侍的路有你的同在，你的陪伴，会当来陪伴阮的所关心的人，行因的人生的以马五斯的路。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592首。咱行世间的路。
坐。奉献，请代任官陈秀玲即属示献。请一个报告教会消息，欢迎甲感谢，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今仔日是北区大专曙光纪念主日，感谢大专曙光的工作者廖恩瑜牧师前来本堂进度请安，互阮斗阵来关心大专校园的传福音曙光。礼拜了，请留来请安交谊，也欢迎到地下室斗阵用爱餐。第二点，社宣组今仔爱餐了，要伫咧办公室召开会议，为了后学期手机班甲参亲热火班做准备。请所有参与社宣组曙光的志工，也是有意参与的兄姐斗阵来参会。第三点是相连团契。今仔日爱餐了，要召开7月份的例会，伫咧5楼。这边例会有邀请杨美娟老师，就是吴中医长老娘来专讲。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清凉一下，来做水台球”。有陈培豪兄书会，请上联团契的兄姐留来参加。第4点是财务组，请各团契伫咧今仔日为顶半年的校坡交到办公室来查校，感谢大家的配合。第5点是信礼典，第3季唯一一遍的信礼典，要伫咧8月18。若有兄姐希望会当受洗，也是接受捐信礼，请较紧甲牧师联络，到法度时间安排上只要真理班的课程。再来是人生教育的演习会，本堂甲新德圣经学院合办的第3场演习会，题目是宣导有方对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的视野，要伫咧明仔载后日，就是7月22、23，伫咧新德圣经学院举办。讲师是陈义慧教授。刘牧师甲牧师娘会参加这边的演习会。第7是联合礼拜，8月初是主日祝父亲节，阁有主日学的升级礼，所以迄天第1场礼拜会暂停一遍，请来参加10点半的联合礼拜。团契消息，第1点，相连团契踮咧8月初2拜5早起9点半，伫咧马街平伊9楼大礼堂。北中相连部要举行庆祝2024年父亲节感恩礼拜，甲联谊活动，客友50块，非客友150块。
请伫咧今仔日例会当场报名。第二点是机组团客，要计划伫咧后礼拜日就7月28，第一场礼拜了后10点出发，要前往台北奥万大郊游。有兴趣的会使甲蔡欣怡姊妹联络。再来是告解消息，恭喜新店教会今仔下晡3点要举行设教150周年感恩赞美礼拜。大道事项第1点，请为随要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当平安顺利的举办祈祷，请为大专后园的福音事工祈祷。还佫有病毒流感点的数据佫一遍列起来，请为抵抗力较弱的老人甲囡仔祈祷。顶礼拜奉献伫咧周报后壁，牧师毋知佫要补充的无？唔知道需要今日有来宾，我特别来介绍的无？看到周兴全啦吼，好久不见到周兴全，欢迎你啊！好，一起来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走平安礼哈，我们就直接来准备唱最后收一下。咱去吟信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结束了，请廖牧师祝祷。上帝来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听从，信心的相通，甲团契，甲每一个人愿意来陪伴其他人行因的以马五斯人生路的人，来行兄弟姊妹同在，对世界无尽。阿门。